台湾的黄梨去年的产量49万吨，产出有90亿元国家。今年黄梨入场突见穷样哦，外销成绩成长加几多？去年的外销金额超过100亿元，其中卖去中国千多。现时外销中国的黄梨礼盒2粒卖得到168亿元人民币，差不多是新台币840哦。不过前一阵咪传出讲受到两岸政治因素嘅影响，卖中国会有问题。不过国内外销千多新鲜黄梨嘅合作社、高速六体合作社嘅负责人郭志伟伊讲，其實並冇受到影響。講下嚟台灣黃梨清泰嘅產區屏東縣看下現時黃梨產業嘅情形。南台灣按立領日頭學到人都唔掉，公園打造路許多人嚟烘熬黃梨。5月底，屏東嘅黃梨存到最尾邊。2月到3月，而黃梨一般大陸天氣因為寒，故所會酸度會過多。按喺到4月到5月當中，也甜度日頭辣，甜度會漸漸會改甜。故所以也品質方面，4月到6月之間，也品質係最好食的。福羅貨黃梨葉係由將培養黃梨們里面種23日強下整嘅，一定係種黃梨嘅新腳嘅，種就係冇3年，種有6公頃案發嘅金樽黃梨，希望帶動種檳榔嘅人來改種黃梨，改變大家對耕種嘅想法。風險過大，資金需求冇咁高嘅，嗰個種作唔會改困難嘅，來開始。如果種本大家看，並不一定要用種檳榔。我講我哋如果我哋現在種黃梨，但是大家認為講可以嘅話，可以來改變大家工作嘅方式。為咗做黃梨唔係冇原因，去年台灣黃梨出產有49萬噸，產出有90億元客家，係台灣嘅高指王。外銷成績韓國係大熱，新年內出口量就成長係8倍，去年出口有100億元客家。喂，你好，好，今天就幫你寄過去。雖然福羅貨唔變外銷，搶賣到國內市場，貨直接送到貨嘅量未成長嘅3倍。我哋產品係做得好，我哋係直接送對消費者舒服嘅時間，我哋有本消費者信任嘅時間，我哋東西吃也唔會冇銷路。全台灣黃梨總有10516公頃，屏東縣就卡為28趴，有3003公頃，產量大概就有14萬公噸，係全台灣最多嘅。鳳梨在屏東是一個非常重要一個產業，這個農產品非常具有代表性哈。那屏東的鳳梨大概從每年的大概從1月份開始，一直開始有生產，也一直開始在外銷，那一直會到5、6月的時候。那以往我們都是全台灣裡面最早鳳梨生產上市的。囤大了黃梨就靠看啦，糖商來分品質。用靠的要分嘢上癮啊，因為糖嘅上癮，肉上嘅都唔可以講嘅，如果唔可以去市場嘅地方，係要出水。一種篤上嘅都可以。有好嘅。今年天時暗唔正爽，黃梨味像係世上溫暖，品質價格未有受到影響。今年遇到一擺霸王級嘅寒流因為一下天時一下冷一下黃梨會受到影響。影響嘅話又會產生一下裂果造成外表皮衫全部都會過脆些。除了天時唔正爽，聽講今年黃梨外銷還受到政策唔確定因素，各種賣到中國貴唔順勢。我國內最大嘅3個出口合作社、高速六體合作社嘅負責人郭志偉出來澄清，去年台灣黃梨嘅總產量有49萬噸，外銷到中國咧有21000萬噸，還冇到貴嘅產量嘅5%。就外銷量來講，確實賣到中國係最多嘅。
就算喺最敏感嘅時期，今年1到4月賣到幾起嘅有97000人噸，同去年同期來比，是有增加並冇減少，還增加為7000人噸。我覺得要看你各個那個集貨單位它的品質的狀況。那像我們今年到目前為止，其實都還沒有遇到這個問題。我們東西只要自我管制、自我約束做得好的話，其實我們不需要去理會說他們到底是要用什麼或什麼認為所謂的政治手段啊，或是利用各種的阻撓方式阻撓我們出口。我想在我們這邊的話，我們都是會要求農民，你自我的品質管制一定要做好。你這樣子的話，你外銷出去的話，你才能永續長久。其實我是愛拜託一條幫手司人員吼，唔好來打擊農民。農民咧自己辛苦，見好不容易，經過研究嘅工作，好不容易好輸成吼，都因為有些人變化產生價格咧，安尼落下來吼，也造成農民嘅損失，也該真是該唔攀得啦吼。講到邊外銷，各自認為中國該有生意好做，因為出口到幾嘅時間唔是幾久，安尼黃梨嘅品質就個別嘅養人。舉例來講，我明天一樣2個貨櫃，一個貨櫃是到日本，一個貨櫃是到中國大陸。那禮拜3出發，禮拜4就到廈門，禮拜5到上海，然後禮拜6就在架上賣。那在日本的方面，我也是一樣，禮拜3出發，可是我是下禮拜3才在東京上架。那所以中國市場現在這一塊整個在運作的方向來講，其實是比較快速的。那也因為這樣子的話，它的整個保持的果品的新鮮度，其實是優於現在出日本的狀況。雖然知道中國的市場還會有好發展，可自為沒有考慮到愛囤風險分散開來，除非外銷日本的訂單愛顧好，喺國內每家地位市場來賣，還自家賣黃梨的加工品。我們現在還有配合在做國內，比如說跟都樂配合在做好市多通路，做家樂福，然後我們自己還有做果乾的加工，然後還去跟一般的食品廠去做原料的搭配，去做一些果汁啊、果丁、果泥的開發。等等外銷增加，粒粒又將有飽滿的金樽黃梨，建設下黃金傳奇。雖然黃梨喺台灣外銷一定都會高止，我總共外銷搶客係總產量嘅5%。嗰時就算政策唔確定因素，價格都還係高，各自比還係知道唔是鐵銷。而相信是愛風險分散開來，增加產品嘅競爭力。黃梨一項產業還係做得，緊做得下去。